市长黄惠特上午特别来到东区的成立国小，进行营养午餐假帮使用状况的视察。台南市府率先全国其他县市编列专款650万来补助设立的280间国中甲国小，让每一个学生拢有一个假帮通好使用，嘛让学生因伫咧用餐的时阵会用加一层防疫措施。台南市的国中小包括高中都已经有这个隔板了，但是隔板必须在用餐的时候要架起来，然后相关的这个餐盘或是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做好这个处理。所以用餐的时候是唯一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时候口罩是拿下来，用餐的时候不能出现破口，所以说我们特别来胜利国小来看。另外，针对中央厨房的部分，台南市目前启用选择中央厨房示范的县市。目前台南市实施中央厨房已经有62%。透过中央厨房，除了会用自行采买食材较安全以外，嘛用让学生因食了较健康嘛较营养，卫生上嘛相对较好掌握。当然，我们除了食材的营养3张 EQ， 除了这些营养午餐能够做出最好的 CP 值之外，台南市也是把全国作为全国的示范县市，就是把这个中央厨房来照顾周边的学校的中心厨房的这个概念推广。那如果台南市做得好的话，就会推广到全台湾各县市。这样的话，第一个自己买的食材自己做会比较安全，而且比较营养，而且比较省钱。那你可以看到有些中北部的学校，他们一餐都是从外面订的，订的可能坦白讲，这个厨房是不是安全，有没有经过营养师的设计，这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吃出营养，吃出卫生，但最重要也必须要做好防疫工作。最后要甲大家提醒，14号由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佮增加2个新北市幼儿园相关的本土案例，希望大家咧面对特别来到的中秋连假，防疫的部分千万唔通放学生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